新疆摩多六合盆。那愈笨愈歹听哈，笨甲大声咧啦！你是无食饭呢？魔枭最孤独魔音，到这个时阵无可能解决掉真大条。现在笨甲让得要吐血了。推啦 ，please 推，打开 ，please 推。魔枭口吐鲜血，断路而走。这个时阵真大条，不拔干油对面。乡民多鬼丢山，气面演出真路，已经逼近到死亡边缘。大开啊！呀，你迄功夫是对对学的哈。啊，本来你听到箫声，规日紧戆，亡魂丧胆。啊，今仔日哪唔惊箫声？这是到底什么代志？会啊，当过我人甲你讲哦，你嘛唔相信。太唔相信？呀，我都去互追到无路的时阵，转来甲跳落古井内咧。啊，古井内哦，经过一暝一日，腹肚也靠背，吼，顶面唔知啥物人等一弯落来，安尼甲人哽着头壳，我了准讲地雷火炮呢。甲望一个看卖，伫当时内面包4、5粒，毋知是啥物货，我都无看啦。暗沙沙，腹肚一个枵就甲食落去啊！哦，安尼哦，是啊，安尼看先等哦。啊知，都毋知啥物等啊，反正真芳就对了。啊那咱呢，大破通天领讲，赶紧的来解救爱奴。是啊，冷心心去互杀去，但毋知杀去倒位，拍算通天来行啦。好，对。北海乌鹰中着赤鹅，当着太上神君的拳头，已经被了大青给砍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明镜应改，暗斗难提防。你这般的卑鄙小人，用一款拳头，不是君子。哼！北海乌鹰，我问你，你是不是六合的大地迄个阿霸王？对。阿霸王，哼，无熟悉了。啥物？无熟悉？呀，你的意思是讲，你就是真正北海乌鹰是？然了，如果你是真正北海乌鹰，为什么恁师傅这个北方神君去互这个玉婆给杀害，到天狗龙杀死，恁还未了解？嗯？哼！你这般卑鄙的小人，敢用拳头在要陷害我？来啊，放回甲收！自将这个当真给烧扬去，连人所给烧扬去。北海火鹰运用神力将当真吐开，只看这班小人怒发冲冠，忍不住开杀戮。这班小人一步一步踏入死亡的界线。两匹的男子汉。两匹的男子汉，男儿志趣相关，两匹的家人无同款，捌心头乱，捌心跳烦，无见管别人，也无见互人管，快快乐乐的人生观。叫做顽谈，不知什么叫做困难。人生海海那迷茫，荣华富贵无稀罕，身体勇壮头一站。啊，两匹的无简单，两匹的男。
水啊！这位何故鲜血淋漓？北海乌鹰啊！什么？北海乌鹰敢藐视我师弟太上神君万剑虎？我这个无上神君万剑龙绝不能容忍！对，要死来探早。嘿，什么要死探早？唔是啊，我是讲迄个北海乌鹰点要死啊，你就要赶紧探早落山。哼！若是我无上神君万剑龙下山，绝对万无一失。对啊，就赶紧。若是讲这个民主无错转来哦，实在枉费讲你叫做无上神君呢。你是当今的武林是数一数二呢。好，下一张战表，要为北海乌鹰在黄沙国单打独斗。哦，安尼赞哦，1 to 1。是，对，因各部队较声吼，才知影讲我哋功夫的心线啦。我来准备批信。来，陈新模，你甲我带信互伊北海乌鹰。因为若看到北海乌鹰哦，规个骹拢软落了。唔系啦，宁可你叫别人。呵，你这个无路用的卡小，来你啦！小了路，赶紧将这个批信带互北海乌鹰。好，准备个。来呀！黄沙国会定了。外拉外迄个所在，又出现一个冷漠凶悍的神秘人物。伊拖着一区的空棺，空棺柴背面写着“未知生，焉知死，生何来，死何去？世上人正因果，盖棺定归阴司。”伊头上也写着伊名“盖棺定论阎王赛”。然后，果然无死哦！一剑定雌雄，300回合，分决生死。朋友，唔免300回合，3合内我就可给你结果诞杀。但是在这要开剑的进前，先问你的名姓：无上神君万剑龙。我的小弟太上神君万剑虎是神武门的掌教门人啊！今日去何杀伤？所以我一定得要讨回民主。你的民主是值偌济？哈！当今武林我是数一数二的，小弟失败一定要讨回民主。二虎相争比你凶，你有考虑吗？我考虑真够啊，绝对会解决到对。无解决袂用你心。忍了。安尼好，替天行道，见义勇为，我就是正义的杀手，你会相当的注意就好啊。来找这个赤鹅算账。这位好讲啊，忠情听水鸟。无路用当使暂停，老兄。掠这个爱奴公主，无甲求亲袂用哩，甲收起来做阿姐夫人啊！来啊，将冷心心带进来。看到去，冷心心独眼龙。你是真水的查某囡仔，想袂到我你参加八龙，你参加八龙又搁反背八龙啊，反背赤我神君啊！这明明是自焚其身，自投罗网。互你掠到，要斩便斩，要杀便杀嘛，有何必问？可惜，我通天领主甲控夸，毋是现战里的人，对。我监测死了后，有带一个后手叫黎明，也生真水。但是若照我人品呢，应该有3车4车的福分啊！你来叫我做第2棒，你想安怎？呸！哼，困梦困你唔当乒乓，好，你这个爱着喊念啊！
我这款人才是多杀了你嫌着，你甲配烂，好啊，来啊，甲你斩掉，好，遵命。小等嘞，要甲你斩掉，你不动于衷，我唔惊死。沙场壮士，活好欢喜，死好畏惧，既是出马，甲我马革裹尸。好，勇敢，这要叫本首领如何排解？来了，首领，我看将这个林心心、独眼龙，甲押到南城，互伊这瓦拉通兵马大元帅杨达欧处理。为什么呢？我讲你听，因为这个杨达欧行兵得要夺取达旦的江山呐，所以伊即摆要夺取达旦的江山，得要攻入达境。可能要流血真多，牺牲着真多士兵。假使若是将这个爱奴第二公主给送去，互伊做人质，我看这个大公主铁焰奴会献官投降，安尼就不免劳动揣摩之力啊！哈哈，好，安尼好，要毋过这个南城，我无识，来，我当变色狐狸甲带来去吧。好，你甲大爷随转来哈，我知，跳。严守通天岭，有事报我敌情啊！命我鬼个，只要这个魔枭传油主安尼，害我七甲八手。迄个魔枭的魔音传脑实在有够厉害，因为安尼一日整无路转甲整对这个岭下这个洞窟入来哩咧。无头无尾动，因赢我几个，无头无尾动啊！写一个无面笑鼻无尾，也避免笑骨无头，所以都无头无尾动。我即摆来处理哦，毋过叫通天岭只土也看到叫砍头，当然变成无头无尾啊！我内面迄牛仔囝出偌济了，所以这就是牛仔洞啦。应该啊，这个洞内吼，就比雕来带上下啦。比雕这才算大龟咧，大龟就来带这个牛仔洞，唔才有下咧。可惜比雕佫无来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呀，好鬼个，讲人教，若讲鬼就好。圣经，你定伫咧讲我的歹话。我老讲的歹话，我是讲这个无头无尾洞，应该就是你来带叫下。这是安怎解释呢？煞唔知影讲，这大姑小姑哦，兼一只孤王哩咧，你来带变孤王，这拢你管的？嘿，真乱来！你无大无小无在食菜，拢无自卑，也无礼貌。歹势，你是武林的朴素。哈哈哈哈哈哈！然呀，轰动万教，惊动武林的朴素就是我。哈哈哈！唔通笑，笑啥大声？唔通叫这土也听到就个晦气啊！你咧？是啊，乡村对这来啦，这拢无人啦，无要紧啦。我知。哎呦，人伫咧讲话咯。系啊，是啊，拍上去发觉哦。星星，你嘛小可甲探听一下看卖咧。你们出去唔多，等于拄着走位。袂啦，我伫后壁。看卖咧。黎明啊，咱两个伫咧休会，假使若是去互这个甲控看知影，会去互掠去剁做肉酱。不如安尼啦吼。安尼好，今夜进行工作，进行。哇，你赢我几个最足负人心，是安怎心？我那里。星星要如何？这无来解救，绝对不用你了。你安尼去，真危险嘛！我还有一招咧啦。安尼去透洞，我来去都无唔对啊！大王啊，多谢你的疼惜，我享不尽的荣华，今仔日我非常欢喜。大王，你我两人有酒同饮。是啦，这夫人啊，来，干杯！好嘛，来嘛，干杯哦嘿！你没事啊！
这个酒，这个对地是安怎来发挥？啊，你小家见头呢？这片生落地呢，这啉落到地呢，我撞着虎拢总烧呢，烧死呢！哈，原来那意思唔都是你要甲毒杀的款？简单你才知，刘长春也甲恁这个后生哦，同无做假啦，啊，这要给偷死就对啦，小完啦！赶紧的将这个干路刘长春甲抓起来，贱婢你实在真可怜。林小玲已经抓到了，哼！刘长春，你这个老气主，你食无久？大王啊，我都无安怎？安那无安怎？用片生落地，这要偷死大王都无安怎啊？啊，那感情出来，你还搁这钱啊？你咪较早当过刑事组组长，你还搁钱？是啦，大王啊，这个唔是我的主意，这个都是黎明的主张啦。哈！你唔正搞啦，唔正对面啦，你罗崩死啦哈！你就看我甲怪说哦，讲什么大王生到遐尼歹哦，哈，遐尼老哦，安怎都安怎哈？咱两个人结亲哦，为了这个荣华富贵，为了将来幸福独享，都爱甲伊偷死，安尼规碗芳哦，这拢总是你的计策，这个唔是我的主意啦，大王啊，救命咧！别讲啦，啊，贱婢，干夫！民主真扫落地，来啊！将这两个甲绑去树林的所在哦，野狼甲伊踢只落绑。大王啊，安尼歹呢？安尼有做私设行机歹。这奸夫淫妇都要甲伊毒杀，无成功，我都杀人未遂，应该爱甲送官府严办。送官府严办，我本身在咧做土匪，我搁送去见官，我自己丢掉。唔去啦，你莫去啦，你莫去啊！我将这两个人叫人甲送去官府吼，掠去关判无期就好啊！你咧，好啦好啦。你什么大名？我叫做阿郎，哈，阿郎，阿龙啦，阿龙。哦，阿龙，你真古锥呢！你今年拍算无几岁？免讲啦，啊，我甲送来去，我连要转来，啊，你酒菜甲办好势，我连要转来好势，我要转来你请哦。哦，你都要我请，哦，甲送去，我送来去。好佳在阿龙来，也若无本首领是条命亲去啊！哼。知人知面不知心，为虎为皮难为骨啊！阿龙，我回来了。哦，阿龙，讲一个想啊，想我你救我一条命，想讲要甲你换贴。哦，你要甲我换贴？是啊，结拜做元成金兰。啊，你这土匪唔知多一天会叫官府来判罪。阿龙啊，我即摆事情看真破呢。安那？我想要改写规则，因为。做土匪实无四种啦，也打打杀杀，也劫抢人金银财宝，也若互咱抢来的人，伊破产，伊会想去短见，我呢愈想愈唔对。啊，而且呢，我所娶这个黎明这么水，对我袂死心，对我袂尽忠，我的刘香春对我也是反背，所以我感觉我这个人生啊，爱改换人生观啦，也若无我会受恶报。你若讲安尼，我听到真介意哦。我才正在要甲你改坑啦啊！咱这个大丈夫男子汉啊，爱做一个正正当当的男子汉，袂使做迄款的孙儿啊亏心事，对。啊，你若愿改写规定的以上啊，咱就会使来换贴你咧。好安尼呢？你今年尊几呢？我今年40个拍掉，存23。哦，算起来是我的老师。靠背啊！你咪无关系做人的老师啦，我系做老大。啊，你较少回你咧？我都40要给我听落嘛，莫拍掉嘛。啊，唔63，简单你才知。哦，啊，你算起来老大。老师，啊内面哦，迄个魔枭啦吼，啊一寡啊恶道的歹人，啊请我部下拢总甲杀起来，甲掠去见官。安尼你唔才有表示讲你改写规定了？言教你来啊！赶紧将魔枭这班歹人拢总甲拿起来啊！边首领，魔枭这班人叫走去。全只酒龙饭汤，掠只歹人掠袂着，哼！检体，好，遵命。报！福王菠萝喇叭的后生，安乐王菠萝家弟的孙仔到位。边首领啊，什么讲我做福王的后生到位？哈，结束到位，小凡啊，赶紧迎接手。借此大家光临，万万迎失敬多多了，好水有了。
阮爸就是叫做保罗喇叭，阮母啊叫做米娜玻璃，阮安公就是三条元老。安乐王做保罗家弟，哈，是啦，教主，你伫遐做头一知影你犯罪无？知咯，啊若知马上甲捆起来。小等下，宅主啊，那你莫生气啦，伊都气邪归正啊，你咧，哦，即摆帮助咱啦，即摆针对这个爱奴被人掠到南城的代志，我来处理咧。是啦，宅主，我愿领前锋，哦，而这通天岭大队要来破这个南城，解救爱奴，这个独眼龙领心心，哦，好安尼哦。啊！独眼龙领心心，你甲送去南城去哦。是咯，这是我一时的错误啦。哎呀，可来啊！就以高声尊名。啊，你毋捌我，听到我的名咧狂卡桥呢，我就是这个宅主的军师呢。变咧都，阮就搞到了是今日太上大角的当归。好啦，那卖我大讲闲话，赶紧准备来解救爱奴就对啦。我对啦，好紧嘞，准备行啦，小贩啊，进攻南城。北海别雪山，温世祖的徒弟玉华以及玉武，这两位就是玉合的师兄。因两人出来伫咧游山玩水的时阵，万恶的大罪魁赤娥形影出现。玉华、玉武，恁两人爱教师行事。顺我者生，逆我者亡啊！哦，赤娥神君所交代，照是种密信行事都无毋对啊！是，赶紧到西域拜会着师弟玉合，行。武林的高手南海金雕，现在出游正在伫要做一件惊天动地事情。南海金雕听着，你是武林独一无二的高手，但是出一个北海乌鹰都是你的竞争。赶紧将这个北海乌鹰给收伫弹杀，你就是武林的皇帝啦！请。三只必要当着军容，为了救爱奴领心心，来战南城。现在官兵团团困死，展开一场大混战。西域这边面，玉合细心伫咧看顾着伊的家后，未放如，未放如的双眼犹原未情专注，玉合非常的担心。这个时阵。玉合的师兄玉华以及玉武来拜会着玉合，玉合诚心诚意，请因两人入来畅谈过去。玉合的夫妻是毋是遭遇不幸呢？黄沙国，盖管定论阎王赛，拖着这块空棺茶伫咧等候死亡来临。北海乌鹰接受着南海金点的挑战，现在两人一触即发，死亡的前调，北海乌鹰甲南海金雕之战，谁死谁亡。